怎么，很失望吗？明天见。他是那个坏人。老大，关于哪家店，你再想想吧。给我一个理由，是你办事不力，还是店主难缠？什么店啊？就当我办事不力吧。还要多少钱？到底什么店？我可以帮忙。对方不要钱。哎，等会儿，不要钱？他傻呀？不是不要，是嫌不够多，再加。这根本就不是钱的问题。不是钱的问题，那就是情喽。情？哎，不是，你们两位到底谁能告诉我是什么店呢？等一个人。等一个人？大哥，你不会这么绝情吧？那家店不是那个谁那个也是啊，手上活都那么多了，还在这闲聊。我还得对付那个难缠的老陈呢，是吧，老哥？啊，可不是嘛。好吧，那就再缓缓吧。哎，老哥，看见没有？我大哥还是听我的。他就那么帅气地拉开了帘子，还有那360度无死角的脸庞，还有那温柔的声音。怎么，很失望吗？还有他那逆天的大长腿。哦，天哪，怎么可以这么帅？多少遍了？多少遍了？18。可能这就是缘分吧。自从那天在医院见到他，我就觉得那种感觉好奇妙，感觉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促使着我去帮他。哦，天哪，我的心为什么跳得这么快？扑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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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再跳心脏病快犯了。我说你醒醒吧，我听了18遍，真不知道你激动的点在哪儿。逆向思维一下，人家明明嫌你丑嘛才拉帘子的，你还歪起来了，真是佩服。你提醒了我，